大家好，多謝今次個評審團同埋資本雜誌嘅編務委員會頒發資本卓越強積金大獎俾我哋公司中華保誠資產管理。咁我哋如果喺卓越強積金大獎裏邊嚟講，係今年係第4年咁攞到呢個獎嘅。咁我哋希望加埋頭先我哋講，我哋個叫做 ETF 嗰個2年，即係話4+2啦。咁我哋掹翻即係之前嘅前進嚇，咁我都有6年有個獎項，我哋希望繼續可以攞到呢個獎嘅。咁得到市場嘅認同同埋鼓勵，我哋非常高興。咁嚟緊嘅日子，我哋中華保誠資產管理會更加努力喺市場上提供更多元化嘅強積金嘅產品同埋全面嘅專業服務，咁為我哋強積金成員服務同埋可以受惠到。多謝大家。